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主必亲近敬畏他的人彼此勉励。Mila urku tapang tu menguruai ijingraan atam tau. Ulit semeot 40 ila 5 at Jepang falusafau tangasa siwasafau atusir。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Milaul kutapang tu mingitang-ngitay ijingraan atamraw. Mingata jingla tu solinay a milungots ijingraan atamraw. Palaci endingla kulungots no maulahay a mangulu ijingraan atamraw. Tengiran ningla ku pitahirang nangra a milungots. Paulipan ningra zangra. Psalm chapter 145, verses 18 to 19. The Lord is near to all who call on him, to all who call on him in truth. He fulfills the desire of those who fear him. He also hears their cry and saves them. 今天我们要来看大卫写的诗篇。大卫是谁？他年轻时当过国王，威风的不得了，但他现在老了，就像我们在座许多长辈一样，头发白了，身体大不如前。大卫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被坏人追杀过，家里小孩子吵架闹事，自己也犯过错。如果换作是我们，老了可能会怨天尤人，觉得自己真命苦。可是大卫活到老，他留下最重要的一句话却是：人会变，环境会变，但天父上帝永远靠得住。这两节经文是上帝给我们两个很大的应许。第一个应许，上帝喜欢我们跟他讲真心话。18节经文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什么叫诚心？简单来说，就是不假装，讲心里话。上帝是我们的爸爸，他不要我们像背书一样跟他讲话，你有多痛多累，直接告诉他就好。我们很多长辈自己一个人住，孩子在都市上班，一整天家里安安静静，只有电视机的声音。有时候膝盖痛，腰痛，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心里会想，我老了没用了，只能等吃饭，等睡觉，上帝是不是把我忘了？弟兄姐妹，圣经说，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上帝没有搬家，他不用坐火车，他现在就在你的客厅，就在你的床旁边。当你痛到不知道怎么祷告，只要流着泪呼喊一声，主啊，我好痛，你帮我，那双钉痕的手就抱着你了，他就住在你身旁。第二个应许，上帝一定听敬畏他的人。19节经文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什么叫敬畏？老人最懂得这个。敬畏不是看到警察那种害怕，而是把上帝当作我们家里最敬重的老大，最听他的话。当我们听上帝的话，上帝就会照着他觉得最刚好的时间来帮忙我们。这就像我们当父母，当阿公阿嬷的，如果孙子平常很乖很听话，有一天他跑来抱着你说，阿公，我肚子好饿，你是不是马上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他吃？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因为身体太累，工作太忙，或
或者是心里受过伤，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读经，很久没有来教会了，心里干得像一条没有水的溪流。但是上帝就像一个到处在找羊的牧羊人，羊会迷路，但主人绝对不会把羊丢掉。只要你今天心里跟上帝说，主啊，我想回来听你的话，他马上开路，牵着你的手带你回教会这个家。在这个世界常常变来变去，年纪大了，最宝贵的就是心里有主。今天上帝给我们2个小小的功课，把床边变成祷告的小教堂。阿公阿嬷、伯伯阿姨，不要因为生病没办法为教会做工就难过。明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在床上就跟上帝说，主啊，谢谢你今天陪着我，你的房间就是最漂亮的教堂，你在床边的咳嗽声、叹气声，上帝全部都在听。第二，不要觉得自己最近表现不好，不敢来找上帝。今天就是好日子，回家后把圣经拍一拍，灰尘拍掉，读个1-2节，或者打个电话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想你们了。耶稣的恩典马上就会像活水一样灌溉你干渴的心。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不管我们今天身体是健康的还是生病的，不管我们是很乖的还是像迷路的小羊，我们知道大卫一辈子的见证，只要我们讲真心话，上帝就在身边，只要我们听他的话，他一定会拯救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明白求告他的神必按时帮助我们。感谢神，也让我们在此更紧紧抓住你的话，信靠你。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孩子最喜乐。赞美。